俺们呢，在有关注呢，这里没见呐。俺们阿妈不家自家老行啊，从我阿妈个木拉呢，俺们也在木里木拉呢，不家呢这里子了的嘛，在有关注呢老行啊。俺们也在有人心啊哇，别在觉得，第是呢是没见呐，说个咱们第说个那么个拉干就是嘞，他讲那在有那个，俺们呢，你们当个。俺们那辛苦嘛娘啊，俺们也蛮烫，俺们不打算的。啊，俺是这个大国这老啥，是在我这带着家呢，你这那老兄啊，你吃啥呢？是在我这带着干老啥？干吃呢，这干吃是茶呢，俺那我们那年他茶呢，你嘛可不？接那年他那。我的30年他今年你嘛可不？俺那辛苦啊那，是呢哈就那我这呢。我这只是啊，那个的呵呵嘎嘎嘞，啊呵嘎吃嘛，我这他嘎嘎嘞嘛。这嘎一出来看呐，把那么把还有啊，俺东西手上问题，后来说俺东西就是你我里面铺的那，是我出毛的关键是你俺东西是地个是俺东西是，你查查你不是你铺的的嘛，我关键的后来是你俺东西是俺东西，这个嘛那抽那抽过，他们那个吃了是抽那抽过。干啥不得劲那得用俺们这个嘛，俺们个老师们这老师对对的嘞，这个嘛，这我们说的个老师可对对的嘞，这个嘛那么那，碰上破吃哇，碰上破吃说你这个就那是俺们吃过了，这个啥啥嘛，这个等下一天的，但是吃过上啊，俺们那啥啥嘛，去拉咖喱嘛吃过个，我那这是你哈就觉得嘛。里行嘛哈的着没，我那就知着。我这次他去干吃，这个家干吃个干吃，那个嘎嘎嘞呢，就是我这他。像我那个嘎嘎嘞，有的是么子那时候，关键是个有些有各种说法是，嘎个干吃啊，啥个啥当啊，嘎嘎都是嘞。对了，叫他，那个老师呢？这里对面个老师有干子有，唱歌说那个有个东西嘞，对面个对嘞，辛苦啊！那俺弄的现的有把大事呢，有碰事呢，俺弄的现的娘啊，辛苦啊！这呵呵，我中国的呵呵，那我老师呢，我去了呢，去上的娘，俺们个老师的。老师的现在的个你妈妈姐姐的啦对嘞，你妈妈姐姐老师你我考啦对嘞。俺们家个有你家嘞嘞，俺的现在的伢子呢，没吃嘞，你打算你讲我是你爹你家嘞，我这拿起来都那个汉堡里嘛罗哇。你当年吃过没话，来着一直吃哇，那炒你妈的我就不理嘛的，没个第二吃那，炒你妈的老家我们啊就是花花，没知哪个家嘛是找不的，啊可是家那边来着了吃哇，炒你妈的老家我没看过啊，是个可是来的北京的嘛，我知道不是的哪来的变化啊，花花。